今年农历过年后哦，国内严重欠粮，农业部拨5亿外经费要来补贴进口粮。有立委特别讲，其中有一间粮商哦，亲像是一个人的公司，资本也只有50万块，也毋过哦，摕到上亿的补助。另外，到底进口偌济鸡卵，嘛拢无公开。外界是质疑讲独立业者哦，也毋过行政院否认。这间公司的负责人嘛讲哦，这根本就是了钱的生意，请大家也去问农委会。传统市场粮商完全无卵，超市的货价嘛空空。今年旧历过年了后，真侪民众买无平价的鸡卵，有的所在甚至是大排队。农业部用进口鸡卵来解套，开放12个国家专案进口鸡卵，到7月底数量大约1.4亿粒。不过进口鸡卵的业者，互平台发现，其中一间公司资本也敢若50万，去年才成立，所以巴西进口算落来大约8000万粒的卵，占进口数60%，得到农业部就业的补助款，互人质疑敢是独立的特定的对象。进口是采取这个差额的补贴，并没有暴利。那差额包括到岸价格跟国内市场价格的落差，外加30%的关税。这个流程非常的清楚。不管是哪一个贸易商，那只要是提供给农委会统筹运用的鸡蛋，必须符合这样的机制。行政院强调，专案进口鸡卵不是补助业者，是吸收到进口卵到花介绍等等的费用。过程一切公开，当时嘛有召开说明会，而且代理商就要有出口经验等4项条件，才会当来代理。赔钱。真的，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比较清楚？你要真实的就要去问那个农委会，他就真实的，他们都是蛋而已。以进口什么为你们知道？都是鸡蛋的。实际前往这间公司是伫高雄公山巷仔内的透天厝。负责人中副自称这届还阁了钱，对搁较侪提问是无爱回答，爱外界家己问农业部。记者王刘婷、陈显坤、吴基昌、高雄台北报道。